龙聊天钉。嚯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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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乐乐，你在练武功哦？对啊，我想看看可不可以变得更厉害。阿虎姐姐，我跟你说哦，今天我看了童话故事，里面的坏人好坏哦，一直在欺负好人。我想说，我如果变强的话，我就可以保护那些人了。原来是安尼，乐乐，你让我想到，在咱台湾古早时代，嘛有一位传奇的人物，伊的骹手真溜俩，定定保护朋友，莫互歹人欺负哦。真的吗？他是谁呀？伊的名叫做廖天丁，专门帮助迄寡互歹官员欺负的人。今仔日我就来讲廖天丁的故事，互你听。古早有一位少年家，叫做廖天丁。伊自细汉和阿嬷做阵生活。有一天，伊出门去买菜。来哦，小哥弟的果子紧来买哦，嘿！阿注意，阿弟啊，你今仔日喺厝里买物件哦？系啊，今仔日是新明生，阿嬷人无爽快，我就出来买物件，传拜拜啦。哦，你有影真乖呢，无阿注意就紧上水的果子互你。哦，来，搁请你啉这椰子水。哇，多谢阿注意。哦，真好啉的呢。来，阿注意。多谢，再会。再会。嘿嘿。小等下等去吼，我会叫阿嬷炖空肉互我食。我袂记你买金纸，赶紧等去菜市仔来买。大人，完了我。什么声音？是挑那遐尼吵？啦，哎呦！敢会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钱，摕来。大人，是的啦，我这个月真正是无法度给你钱啦。无法度，拢几啊个月，阁无法度。因为阮阿母破病啊，所以阮家真正是需要这个钱。安尼哦，这箱果子我就摕来啊。大人，稍等一下啦。这个官员实在是伤超过啊！食人够够呢。顶回一个阿姐伫街仔路边表演，因哦就去共车倒打。搁有一摆是阿好进，因食人的果子，若无付钱，搁糟蹋别人。小钱啊！伤超过啊！我真正是看袂落去啊！囡仔，等者，这创啥？你是啥物人？紧给我放开！行。你放开啦！你到底是啥物人？为什么不爱让我去救人？囡仔，我准做真正互你去，你想要创啥？当然嘛是叫因莫搁欺负阿朱姨啊！伊若是无要答应咧，你若无要答应，我就甲因拍。伊啥物拢也袂晓，你敢拍赢因？我只是想要替阿朱姨出头嘛，伊也无做啥物代志啊。戆囡仔，有正义感是一件真好的代志，也毋过要互歹人袂搁再欺负别人，干那靠拳头母是无路用的。而且你还阁是一个囡仔，万一互家己受伤是要安怎？那安尼我会当安怎做？敢讲爱目睭金金看这种代志继续发生？我看你汉草袂歹，啊无，我来教你武功。武功？虽然学武功是真辛苦，也毋过学会晓了后，你会当保护家己，有时阵嘛会当保护别人。好，我要学，我要假设一个歌手。明仔载开始就来阮家，我来教你武功。是。买手廖天丁对着师傅开始学武功，虽然真辛苦，不过伊拢无放弃，只想要成做一位厉害的歌手，帮助别人。廖天丁的传奇是台湾古早的代志，为着正义冲过来，搁冲过去。哈哈哈嘿，朋友困难伊就去。
为着正义，哈哈哈嘿，人民的英雄就是伊廖添丁。经过几十天了后，廖添丁唔但学晓武功，而且佫成做一位人人知的大英雄。头家，今仔日的货我送完啊，感谢啦，我先来等。哇，今仔日货集佫领真济呢，一礼拜等去台中，传一寡补品互俺嘛，养身体。大人啊，拜托你，你莫讲安尼什么代志？敢讲？大人，佫有人向欺负啊？拜托一个啦进来看卖是咧。大人，冤枉哦！我就是赶要送货，再无说你去甲你弄着，我真正毋是挑故意的啦！我看你根本就是挑故意的，万一我着重伤，你敢背会起？哎，大人，我看哦，你根本也无伤甲偌严重啊！我袂使安尼甲我缀伫涂骹呢。哦，你搁敢安尼应出应进。大人，哦，你莫搁甲我撞地啊啦！哎呦，救人啊！大人啊！哎呦！袂用紧，我一定爱想一个办法，斗啥斗？大人啊！花的牵石头。大人，是谁甲我牵石头？来人啊！紧叫！你有要紧无？吼，是你甲我救哦，多谢呢。你嘛是真大胆呢，竟然敢甲柯巴也是因为。啊，我红姑吼就上看袂起迄种共欺负的官员啊啦，也未请教，请问兄哥你安怎称呼？我或者廖添丁。廖添丁，你就是顶港有名声、下港有出名的廖添丁。那安尼，我敢袂使拜托你一件代志？什么代志？这吼，就爱讲到迄个柯巴也是。伊安怎？讲到柯巴也是，我就生气。伊吼，甲咱辛辛苦苦挣的茶米，用迄唔正钱来买，煞用遐尼悬的价钱卖出去，咱赚的钱拢互伊规碗芳去啊啦！竟然有这款代志，实在是伤可恶啊！你敢袂使替咱甲伊教死一个？我想看卖。啊，无咱安尼啦。好。就安尼做，阮就是 hero， 做伙去探路。来，甲茶米放伫青仔顶悬。是你哦。大人，昨哦是我唔好啦，啊你着莫计较，请你今仔日算互我一个好计数吼。我嘛毋是遐尼阿爸啦。来，这个钱是你的。大人，就安尼哦。我摸一大包茶米来，煞连菜籽仔、一尾鱼拢买袂起哦。我已经算你足济啊，最近茶米较歹卖，我也无法度。你空哦。敢若这个钱实在是。可恶！可恶！看到大人，佫唔紧行咧。大人，认得出来哦，是我啦。惊一条呢！你真够有够成的呢。成吼，你唔免惊啦。我甲你讲，等一下，你着伫外口边看，剩的教好我就好。好啊好啊，要毋过你喙手画一个啦，会佫较成哦。我不要死。原来是叔叔去大人啊！你今日太有闲来。我来顺顺看看咧，顺续检查茶米的收成。不过大人，你今日的面太比平常时看起来佫较乌啊。敢有？连声音我听起来怪怪呢。
最近这个人遮尔无乖，我定定甲人骂，当然嘛会收声。哦，是，来，大人辛苦啊，请啉茶。先带我去仓库看卖，我等一下阁有代志。哦，是，大人请。大人，茶米拢伫遮。真好。少铺嘛，互我看卖咧。少铺伫内底，请。少铺咧。哦，少铺伫遮，顶面的少拢记甲非常清楚。记甲阁真清楚吼。多谢大人。毋过我拄则伫外口听到一个人讲，因某一大包茶米来遮，毋过伊的介绍煞换无一尾鱼仔的钱，这是啥物情形啊？大人，迄因拢黑白讲啊，莫猜。哦，敢安尼？我会记你进前这钱无遮尔济呢，也是你拢无照介绍互人，家己偷食钱。大人，是我毋对啊。无要紧，咱拢是做官的嘛，总是爱留一寡互家己，安尼嘛讲会得过啊。是，大人，这钱拢互你，拢互你。真实的吼，那安尼我就乖乖听大人的话，把钱全部收起来啊！廖天丁竟然敢甲我创治！来人啊，紧甲伊抓起来啊！好歹也是，你也什么人哈？大人，你拄则讲的话，我拢听着。想袂到你竟然私底下甲人欺负，大人啊，把伊抓起！大人，我勇敢。廖天丁，我知影你搁伫这个房间内，搁唔紧出来。大人英明。你英雄出少年，果然是安尼。大人客气啊。你平常时定定甲人斗相共，互因被互歹心的官员欺负，安尼真好。毋过安尼继续咪，嘛毋是办法。无安尼好啊。你敢要替我做代志？我若是毋咧，若是我可能要甲你抓起来。多谢大人。我看我也是继续用我的方式来保护大家就好啊。再会。廖天丁，我真正是毋知影要安怎对付你。拄则裤摆是摕厝内钱咧。廖天丁，你真正足厉害呢！这无啥啦，小可代志尔尔。也毋过吼，进前遐互人欺负的老百姓，因的钱摕袂转来啊！这是无毋对，裤摆也是进前借去的钱。你真正是英雄呢！哦，廖天丁，我以后搁出啥物代志，敢搁会再麻烦你？当然嘛会使，只要有人需要我随时就会出现。就安尼，廖天丁帮助足侪人，伊的故事嘛一直流传到今。乐乐，你想要帮助别人的心，就亲像廖天丁同款，真有正义感哦。哇，廖天丁也太帅了吧！而且还可以跳出屋子，像风一样消失。难道他是忍者吗？乐乐，不过伊是有练武功，咱平常时千万唔通安尼跳来跳去，无细意可能会受伤哦。我知道了，不过还好有廖天丁守护着大家，坏人就不敢随便欺负好人了。是啊，像咱伫生活当中，若真正拄到困难还是危险，嘛爱会记紧找身边的人来斗相共哦。我知道了。接落来，我和乐乐来教大家故事内底台语词。菜市场，菜市呀，菜市呀，武功，武功，武功，茶叶，茶米，茶米，称重，帮，
崩。正义。正义。正义。大家敢拢学会晓啊？咱赶紧来听故事内底好听的歌曲。聊天顶的传奇是台湾古早的代志，为着正义冲过来，搁冲过去。哈哈哈嘿，朋友困难伊着去。哈哈哈嘿，勇敢反抗为着正义。哈哈哈嘿，人民的英雄就是伊。聊天顶，聊天顶的传奇是台湾古早的代志，为着正义冲过来，搁冲过去。哈哈哈嘿，朋友困难伊着去。哈哈哈嘿，勇敢反抗为着正义。哈哈哈嘿，人民的英雄就是伊。聊天顶，故事内底，红姑甲官员柯巴亚西当咧蹦茶米。大家敢知影？台湾茶发展到今，其实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啊！伫咧日本时代，台湾茶甚至互吹杀到全世界。迄当时，大家是学了解达志。大家若总有机会，会当含厝内人做伙啉看卖，感受正港台湾茶的好滋味哦。